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6月15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顶礼拜五已经安排会员国投票，台湾的猪肉可能有机会会当阁销出国了。泰国政府暗算要含一寡已经较无咧探病的国家，互相开放人民往来游览，照看台湾的日名单。昨暗，台南市有人家厝火烧，厝内灭火器已经过期，消防队嘛提醒讲，灭火器3年都要过检验一摆。观众朋友，1997年台湾发生猪仔烧火烤地狱猪灾严重事件，饲猪的产业损失到1700几亿的规模，猪肉从此袂当阁出口。经过23冬拍拼争取甲改善，主管这件代志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顶礼拜五已经安排会员国投票，那多数同意者，台湾的猪肉就会当阁再销出国了。1997年爆发烤地狱的疫情，当影响国内饲猪的产业，损失是达到1700亿，猪肉嘛无法度出口。为了要重新建造会疫区，农委会开几落百场的讲习会，呼吁农民就要配合，甲猪仔注疫苗。农委会表示，疫苗注射率要到95%以上，超过85%的猪仔产生抗体，才会当阻挡病毒来传播。接落来才会当停止注射，就是俗称的陪检。国内才提出疫区除名的申请，不过2009年捌宣布陪检，却是失败收煞。农委会只好自头啊顶来。假设没有这样的一个鼓吹的作用，那他爱打不打？那譬如说注射率可能只有5-6成，那有效的抗体保护可能只有3-4成，那这没有用啊。直到伫陪检之前，农委会伫全台湾进行过2遍，甲无治病猪仔放伫咧肉品市场，发现环境内底已经无病毒，嘛检过这瓶抗体检测，去年7月搁再宣布陪检，拢无搁再出现病例。接落来就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宣布结果，除名就敢若剩最后一步。国内猪肉会当搁恢复出口，猪农一方面是真欢喜，但是嘛烦恼进出口的量调袂好势。完全拢无进口，就开放当然是超级好的。咱进口的量就比出口的量搁加较多，咱对咱打击愈大，来调节进口数量。目前国内已经开放国外较俗的冷冻猪肉进口，猪农希望讲一定爱调节，若无是无啥乐观。若是 OIE 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延后开会，嘛互会员国用线顶投票，若是多数同意，台湾就会当过关。目前结果也未出来，预计上紧惊也是明仔载会由 OIE 公布。记者综合报道。6月15，泰国政府宣布解除国内封锁令，120个人依赖室内公共场所全面得重新开放。尤其暗算要含一寡已经较无咧探病的国家，互相开放人民往来游览，入境唔免隔开14天。照看咱台湾也列入名单。另外欧洲这边一寡国家嘛已经有搁再允准台湾的旅客入境了。泰国疫情转好，已经连续18天无出现本土个案。泰国政府15正式解除全国宵禁，120人以下学校、展览厅还有游览场全部重新启动。而且为着要提升观光产业，泰国建议甲疫情稳定的国家来签协议，索旅游安全款，有条件开放2国人民入境观光，唔免去用隔离14天。若是台湾的防疫有功劳，传出会去用立即去头一波的名单。根据我们驻泰国代表处洽系泰国当局来了解，知道说这个泰方呢，其实他并没有排除将台湾列在优先的名单当中，只是他们要先必须确认边境管制等一些配套的措施之后呢，他们才要送交到内阁会议来进行讨论。外交部表示，泰国无甲台湾排除，毋过爱先确认边境管制相关配套措施，才会当送内阁会议讨论。除了安尼以外，欧洲真侪国家疫情稳定，上少有14国小连续放连观光限制，像讲英国、西班牙、希腊、冰岛、土耳其拢开放台湾旅客入境。毋过英国规定爱隔离14天，冰岛要求强制检疫，土耳其是无条件开放。看伫学者的眼内，若是台湾无解除边境的管制，要请台湾人出国旅游是真困难。因为台湾的边境没有开，所以这一点不解决，全世界对台湾开放都没有用。我们尽管如果说照卫福部的规划，要到10月以后的话，那势必我们这样子的防疫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商业经济的
发展。李基业强调讲，后疫情时代，台湾甲其他国家若是要抢观光业绩，必须要徛伫咧平等互惠的原则。若是台湾人即马倒来台湾，也是需要过24天。短期以来，旅游的困境也是会继续。若是日本东京11宣布解除东京警报，进入第3阶段的开放。日本全境嘛解除紧急事态宣言。毋过头一波入境的名单也是无看到台湾的名。日本优先考虑的解禁对象会以商务人士甲学者为主。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内武汉肺炎那像又搁咧行。6月14日，北京新增加36个国内就近互相胃病的患者。早起，北京市政府宣布讲，引起病情烧毒的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紧急封锁休市，也要处分该档都要负责的人员。要以新发地及周边地区为重点，实施最严格的流调，开展深入全面的溯源工作。更加主动发现并控制感染源头。经查，丰台区副区长周雨清、丰台区花乡党委书记王华、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月林，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落实四方责任不到位、四早要求不力、消杀工作不到位等问题。北京市政府的人员说明讲，将市内丰台区的副区长以下各将3个人员处分免职。搁对昨透暝12点开始，市内海淀区也针对市场四边10个社区实施封闭管理。之前北京市已经连续56天，拢无搁出现国内烧胃病症的案例。啊，毋过近来连续2日，虽然搁增加30几宗新病例，但北京市政府也已经开始扩大检验。到当有76499个市民过验过，验有病毒的目前有59人。咱搁来讲，外国学生当时会当搁再开放入境来咱台湾继续读册咧。目前政府是还未定案。早起，国立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专家也建议讲，一来就要先评估判断这学生所出身的国家，即当阵烧胃病症风险的关系。过来就是因入境的时过验抗体，认明讲身体的健康者，就会当开放来读册。今年3月份，中研院爆出武汉肺炎群组感染的代志，总共有5个人确诊。因为台大甲中研院的人员接往来，嘛互台大学校真紧张。除了第一时间要求所有教职员甲学生2礼拜以来暂时莫去中研院，嘛宣布暂停甲中研院的实体交流，才化解这场防疫危机。很多老师跟同学写信给我说，他们在中研院的实验做到一半呐哈，然后有些实验要回到学校继续做，其实有很多的反应哈，但是我们当时都是觉得说防疫优先。好在这件群组感染无搁扩大，台大校园到今也是维持无人确诊。对国内疫情等候，针对当时开放境外学生入境也是不确定。对这个代志，台大工会学者表示，1807年全国大专院校外籍学生有13万人，其中学卫生有6万多人。建议针对这寡学生的所在地进行风险评估，还有抗体抗原的检测，后免疫护照会当变做边境开放的参考。根据不同国家的风险，它的风险去推算它，大概这些人进来会有222名的新冠肺炎，把高风险去掉，一直围到低风险，至少慢慢逐步让它。这个外籍生呢可以回来。学者强调讲，台湾的外籍学生大部分拢是拄马来西亚、中国还有越南等等的国家。目前台大有约3000个外籍学生，若是入境的学生拢有一本免疫护照，证明来台湾的人拢无治病，地当甲风险感觉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昨暗大家镇南宫妈祖婆绕境，乱家是晓伫咧嘉义县新港奉天宫。早起庙内正殿嘛举办祝寿的典礼。四边提供陪伴妈祖婆出巡的人员去笑这学校的场所，今日嘛隆重停课。等台人客若行开卡，校园内外就会搁再过消毒。伫大甲镇南宫甲新港奉天宫2个董事长的带领之下，奉天宫内外信众向妈祖祝寿，毋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祝寿大典的仪式，改用团拜的方式。庙内，我大家戴口罩，控制人数，控制较少人，就是这祝寿大典。差真济，嘿啦。生理是算讲花啊，是比像安尼真正的大家妈来安尼有影是差真济啦。因为西境的队伍前一暗伫新港过暝，所以奉天宫附近的学校嘛变做信众休困的所在，所以附近学校配合调课，拜一是休困一天。就是有香客来煮，然后我们就休息。
就休息了。那什么时候补课啊？上礼拜六。上礼拜六就补。我们提供了新港国中、新港国小和文昌国小，这个不是只有今年，是历年来都是在这3所学校哈，整个他们所住的地的教室或者是这个停留的地方呢，我们全部都做一个消毒。徛伫咧防疫的角度，早起的祝寿内底庙方嘛要求庙里的人拢爱挂嘴烟。附近的店头表示，这2天的天气真正足热的，有一寡人可能无法度一直挂条条。因为现在疫情已经在国内已经算很好了，所以大家比较没有那么重视。对，然后因为天气也很热，对，所以大家其实有时候想要也带不住了。洪天强表示，1988年大甲妈头一届设建到嘉义县的新港乡。祝寿内底嘛是伫咧洪天宫内底办的，想要到53年了的今仔日，因为疫情的影响，互迄当阵制定的状况会当搁一届来重新展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昨暗台南市北区国华街这一间人家厝火烧，消防队嘛出动24架拍火车去到现场储水抢救。厝主讲本地伊嘛有野灭火器要起来钻，谁知影讲根本就无效。尾手消防队检查落去才发觉讲，迄支已经过期15冬，但嘛提醒民众，灭火器普遍得是3年都要检验一摆。大火炭烧，4楼顶家起的铁柱是规片拢着火，消防队搁出动24台消防车去抢救，灌救大约30分钟，才顺利把火拍花。顶楼前面燃烧，主要是放一些杂物，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台南市北区国华街一栋民体，10暗时8点外左右发生火警，警消到场了后发现，对4楼到楼尾顶家起的铁柱是全部拢烧起来。经过灌救是无人伤亡。厝主讲，事发的时阵捌摕厝内2支灭火器要拍火，但是因为灭火器已经过期，无法度顺利把火拍花，才退出火场。对这件代志，台南市消防局就强调讲，一般来讲，大约3年都要检查一遍，定期检验是真重要。我们有确认它的那个期限是到94年到95年，它的化学药剂跟惰性气体早已经储存在整个干品里面，所以它里面是有压力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压力表。那当它的惰性气体跟化学药剂混合之后结块，3年可能到2年3年，它就可能会失压。摕灭火器实际操作，有定期检验的灭火器把路虎大约是伫青色的区域，顺利喷差不多15秒钟左右。而且有检验过的灭火器，塑胶壳内摆换做蓝色的，民众会当真紧地分出感受检验过。消防局强调讲，民众家己买的灭火器一定要定期检验，若无开钱，阁无法度使用，造成财产的损失、甲人身安全的危险是真毋值。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政治的消息，昨天高雄市的杨明洲代理市长发布市府内底一寡新上任的人事案，结果煞引起国民党的市议员批评讲，这拢是咧安插单局的人马，根本就是咧替单期迈选市长排阵布局。早起杨明洲市长嘛说明讲，即边所有的代理市长拢是市府内部的公务人员，这是伊意去讲好嘴，人才肯应。像可以看到局系的影子。组织起来之后，到底是一个执政的团队，还是一个选举用的团队？国民党的议员即个高雄市代理市长杨明洲新发布的人事命令，那除了要来安插单局的人，就是要为单期迈来辅选。代理副市长王世芳。他没有做过任何的一个局处首长，他最多当过法制局的副局长。然后呢，民政局的骆邦吉，他是在之前呢有很多的案子被这个市调查过。高雄市代理市长杨明洲上任了后，第一件代志就是恢复透早8点的开会，刷落来礼拜日公布各局处的代理名单，说互外界的人支持是单局的人转来上任。对此，杨明洲做出回应：28个代理的局处长全部都是文官，没有所谓的韩市长的人马，没有所谓的陈局市长的人马。杨明洲表示，所有人拢是为市府内底找来代理的，诚心拜托，要去甲议会接受质询，局处首长会有压力。民进党的议员跳出来，认为国民党的人想多。这个是为了人事的一个安定，以及市政工作的衔接，我觉得不需要去
做这种政治联想。高雄市代理新的人事就任这2个多月，说互外界可以放大镜来检视。关键就是未来市长补选，两方的人拢想要占着位，就惊许互对方先赢一步。记者陈以莹、明昭馆高雄报道。讲到市长补选，台湾民众党的立委蔡碧如讲，因要和国民党合作，确实是有困难。甚至若上届逼近的时间点到，伊还考虑敢要家己跳落去战。国民党这边是按算礼拜5就会提名完成。新北市侯友宜市长嘛发声讲，咱免惊输，团结到拼面。民进党呼声上悬的人选陈其迈，争取提名的意向渐渐愈显明了。高雄市长补选伫咧6月20到24受理候选人登记，国政党要派什么人来选，嘛伫咧进行当中。按算会代表民进党参加补选的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伊拜6礼拜伫咧高雄走行程，15会回去台北参访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我一定是专心全力的来展现我的决心，把我要做的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把它做好啊。至于国民党要提什么人选，这个要尊重国民党的一些想法跟做法嘛。甲民进党来比，国民党甲民众党还未确定什么人要出来选。民众党不分区立委蔡碧如上电台专访的时阵表示讲，虽然真希望南北会当共同推出人选，不过嘛知影这个困难度真悬。伊伫咧3月份已经入高雄的户口，那伊嘛讲最后才会来做决定。那我们是不是来共推一个？当地大家都可以支持，他推一个无党籍，让大家都可以支持。你跟柯市长谈过了吗？你哪跟你算一算呢？最后主席讲说，这个伤脑筋，算了啦，你去选好了。好，最后一刻再来决定好了。针对民众党表示，希望会当共同推出人选，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无安尼认为。伊表示，国民党应该爱赶紧提名少年做人阁实在的人选，若是伊有时间，一定会全力替候选人来加油甲鼓励。国民党应该有自己的自主性，有信心接受挑战，能够快速的提名在地年轻、有创意、接地气的候选人。传出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吴怡丁可能会参选，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林维洲表示，国民党无可能会放弃补选，目前人选拢伫咧定选当中，希望伫咧17拜3中常会会当通过提名的办法，19进前提出人选，全面来应战。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拄当是警察节，蔡英文总统和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嘛同齐去出席警察人员的庆祝大会。苏院长讲到，本地要针对民众开刀自费的医疗器材，定出真磅悬的介绍这条政策来打动，表示明日政府考虑会搁较集中。陈其迈若去参加高雄市长补选，行政院的副院长要找啥人？苏院长嘛笑笑讲，当然都还袂时咧，讲这那好势。桌顶摆的是第3级的毒品，边仔一桶一桶拢是做毒品的原料，拢总有3500公斤。警政署查到这个毒品原料的案件，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做伙出席，勉励这个辛苦的警察，嘛伫咧6月15警察节这天表扬模范警察，嘛答应讲会强化警察出勤的安全。行政院也已经核定4亿8千万的经费，要增购更轻便的警棍、抛射式的电击器以及建制互动式的情境模拟靶场。我们要让同仁有更好的装备。蔡英文甲苏贞昌拢肯定警察的辛劳甲表现，就亲像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的表现，苏贞昌嘛感觉真满意。不过，陈其迈真有可能会参加高雄市长的补选。要若副院长的人选敢有进度，苏贞昌讲，即马想这对陈其迈是真歹势。胡可鬼现在还不用想。那陈时中如何？陈时中也表现很好啊。那这2个人要选一个，要选谁？也没有说2个选一个，这个陈其迈都还没有提出辞职，我就在想这个对陈其迈不好意思。那讲到卫福部长陈时中的表现，苏贞昌嘛真肯定，只是部分医材自费上真磅的限制，这个新的政策引发医界反弹。蔡英文嘛出面关心，即马政策是暂时冻点。苏贞昌讲，推出进前爱先沟通，原是一个利益良好，希望减少民众负担的美意。一个政策推出，应该要让整个团队知道，并且也要准备好相关，比如 QA、懒人包等等，这样才一个政策不会出于误会或者是
思虑不够周到。苏贞昌敢若是咧讲卫福部考虑了无够周至，因为相关的利害关系者甲使用者，并无充分的资讯甲意见的整合，若有争差，就有改善的空间。而且陈市长甲医界讨论了后，已经决定暂缓，嘛会想出更较好的政策才搁推出。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国民党立法院的党团嘛要求蔡英文总统，讲到要以实际的行动，表明咱对钓鱼台的主权。总统府这边是回答讲，咱一向拢是甲互相中间的争端渐按落来，以同齐开发来做原则。外交部咱嘛有去探问日本沖縄石垣市的政府，才知影讲对方会想要甲钓鱼台改名，这是为着要制裁中国的船只不时去遐出入的行动。钓鱼台主权问题继续伫咧滚价，日本石垣市日会对钓鱼台进行换名表决。顶礼拜，宜兰县议会首先通过改名做头城钓鱼台。15国民党召开记者会，批评总统蔡英文无采取具体方案保钓鱼台抗议，呼吁蔡英文赶紧召开国际记者会来宣示主权，而且量早召回主席代表谢中庭，那也阁表明爱主席代表谢中庭出席临时会说明。请蔡英文总统与各政党领袖与宜兰渔民出海，共同登上钓鱼台，宣示主权。这个是历史的一刻。当日本有行动，而我们默不作声，多年后，在国际上面的伸索权利，我们会丧失。宜兰县副县长林建言甲所有议会代表冇出席记者会，强调讲无主权就无渔权。所有议会理事长蔡元良指出，台日双边要伫咧2013年签订台日渔业协议，成立台日渔业委员会，逐年召开会议，采取主权放一边、资源共同分享的方针。真侪年以来拢平安无代志。咱今仔日绝对爱反对，如果你也讲无来反对，咱的权益也失去的时阵，这个市场就丧失，绝对会破坏掉咱双方的友谊啦。政府一定会在坚持主权，但我们也会对每一件事情做最好的应对，秉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用和平的方式来决定东海地区的争议，采取有效的方式来维护。总统府搁一解强调讲，原则就是钓鱼台是台湾的领土。外交部是说明，台湾驻那霸办事处两个敲电话关心。石垣市长中山义良回应讲，改名的原因是对中国最近直接出入钓鱼台海域所做出来反制。嘛强调讲，逐年透过台日渔业委员会来协议海上作业，今年拄好拄到疫情停办，会照旧年协商的规则继续来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的消息，美国国土的南部亚特兰大这个大都市，6月12深更又搁来发生一个黑人，因为和白人的警察下来杀去，煞去予对方开枪扣死的案件。当市内的警察局长嘛即时请辞落台，抗议的人士甚至搁去放火烧发生迄件代志的餐厅。昨警方嘛发布现场录影镜头，说明案件头尾发生的经过。不满阁有黑人的男性死伫咧警察的枪下，亚特兰大13日暝了后的抗争行动是更加激烈，示威者关注伫附近75号州际公路，甲警方相对头，阁有100外个人包围事发的地点温蒂汉堡，有人破门撞入去供店，甚至放火。无偌久了后，规个餐厅就大火规个倒起来。加工空袭的画面显示，规座餐厅烧甲敢若剩骨架。真侪民众是去献花，有人为死者27岁非裔查甫人布鲁克斯肖像替伊哀悼。Goddamn right, Black Lives Matter. They always have, and it is time for America to show it. 布鲁克斯12暗时，伫温蒂汉堡的德莱索车道排队点餐的时阵困去，去撞到后壁的车，后来甲到场处理的警方发生冲突，去互打死。当局10时公布迄当阵警察身躯顶挂录影镜头画面。显示布鲁克斯是拒绝酒测拒捕，而且甲现场的2个白人警察罗夫甲布罗斯南发生肢体冲突，抢走警察的电击枪了后走去，佮一度翻头也电击枪对警察，罗夫就随开枪去弹着布鲁克斯，送医手术了后共款不治，规过程大约是40分钟。美国5月2日才发生非裔查甫人弗洛伊德去互警察逮伫颔棍仔8分外钟死亡的事件，已经引爆全国反警察暴力甲种族歧视的怒火。这道非裔人口较侪亚特兰大市是真紧来处理。伫案发的24点钟内底，市长波多斯就宣布讲，市警局长希尔斯是请示通过，警局嘛随甲罗夫斯头路。另外一个涉案的警察布罗斯南是行政停职调查。记者综报道。
6月14嘛是美国的川普总统74岁生日，当然支持甲反对伊的民众拢有出来替伊闹热，毋过口气确实是无相共。川普总统食到这个岁，伊的健康问题，现在嘛拢有人伫咧做文章，但是佫伫咧网络表明讲家己真勇行，行路绝对袂去跋倒，才袂去互一寡假报的新闻媒体有法度掠着话病来发挥。就是这一幕，新冠8九的 Trump 伫咧纽约的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伫事刷了后，行落行，速度真慢，佮小可袂稳，互侪间的媒体怀疑，敢讲是健康出问题。他啊伫咧公众场合示弱的 Trump， 也伫咧推特回击。Trump 表示，行无通花，而且真粗，重点是涂骹真骨，哪像强调家己行啊这细字是正常的。Trump 无呛声讲，绝对袂跋倒，互假新闻的媒体有机会共起笑。伊佫补充，行的最后10笑，家己是用走的。这毋是外界头一摆摕高龄佮过动的 Trump 健康做文章，啊，加登讲14，拄好是 Trump 74岁生日。民众早就准备好替伊过生日。数百架游艇插满竞选的机仔，组成 Trump 蓝队。伫咧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拢通看到支持的群众替伊欢呼。We are huge Trump supporters. Make America great. Keep it great again. I am an immigrant, and I support legal immigration. So does Trump. He loves the immigrants, and he's for everybody. Trump is out now. 伫咧白宫外口，阁有一场庆生的 party， 毋过气氛无啥共款。反对 Trump 执政的示威者准备假鸡两个，手提海报拢是写落台。抗议的民众要互登到厝的 Trump 听到另外生日祝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昨暗，中国国内真出名家电的牌子美业集团开机的老头家何香建，去互歹徒转入去厝内犯案压人，加在因后生脱落出来，佮了过后去报警察。但上新的消息是讲，警方已经有甲老头家救出来，嘛抓到5个嫌疑犯咯。警方对厝内行出来，将嫌疑犯押上车。中国家电的大牌子美业集团开机的老头家何香建，昨暗伫咧广东佛山市的厝内去互歹徒转入去压人，甚至对方可能佫有摕爆炸物入去，加在因后生脱落出来，佫了过后去报警察。但目前美业集团嘛公开伫咧网络表明事主平安，感谢各界的关心。今年70几岁的何香建，照公开的资料统计，是中国第6好野的富豪家，身价超过250亿的美金。咱过来讲南北韩的消息，一寡已经脱离北韩的人士，5月底时有伫咧南北韩交界的空中，也一寡反对共产、批评金正恩的宣传单，这也引起北韩一再放声，要求要处罚这件人，甚至佫威胁讲连启动军事引渡港。但南韩那像真实有去受到影响，目前已经有起诉这个放传单的反共团体了。这是2年多之前，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上信任的妹妹金宇正访问韩国，伫首尔青瓦台甲韩国总统文在寅见面的情形。迄当阵满面笑容金宇正，甲伊背后所代表和缓的气氛，这半个月以来是规个拢撤落。要离开北韩的人，就是咱咧讲的脱北者，甲韩国反共团体伫咧5月底，伫南北的边界放气球，甲批评金正恩政权等等的反共宣传片也去北韩。对这项已经伫韩国做真侪年的举动，北韩最近是表达出强烈的不满。除了切断甲韩国的联络管道，佫伫咧6月13，透过北韩的官方媒体甲劳动党第1副部长金宇正的名义，对韩国发表强硬声明，暗示无排除会采取军事行动。 북남 관계는 이미 수습할 수 없는 지경에 이르렀다. 이번 사태를 통하여 애써 가져보려 했던 남조선 당국에 대한 신뢰는 산산조각이 났다. 이제부터 흘러가는 시간들은 남조선 당국에 있어서 참으로 후회스럽고 괴로울 것이다. 就任以来，就一直咧讨好北韩的文在寅政府，在伫咧北韩发表强硬声明之前，就对也反共团体民间团体采取法律行动。 남북교류협력법 위반으로 고발하고 법인 설립 허가 취소 절차에 착수하였습니다. 若是韩国的军方是表示，随时拢在监控北韩人民军的动态，要做好完全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北韩官方的声明无讲到要采取什么款的军事计划。当时上悬的领导人金正恩因为身体无好，准备甲更较侪权力交予妹妹金宇正。 这小连续的动作，敢是要强化金宇正伫咧党政军的威权地位，还佫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国内的消息，因为现代人囝生少，几多间公立大学合作一间的情形，当下已经发生过几多遍。
但教育部也已经开始委托人伫咧研究公立甲私立的大学三甲合作一间的可能性。但都有私立学校的校长咧建议讲，过去私立的勤益科技大学，就是先去由教育部接管，先转变做公立学校。这款过程可能会当互教育部来做参考。还佫伫咧等教育部审议的国立交通大学、甲国立阳明大学的合并案，是最近受到大家关心的大学整并。这10年来，公立大学豆豆有合并的趋势，不过公立甲私立合并并无法院的依据，敢有可能会当放任限制？教育部当咧委外进行分析，头一届正式研议公私并的可行性。不过公立大学爱听教育部的，私立大学是由因的董事会来管理，除了修法，还佫有校产、校名、甲地理的主导性、甲竞争力等等的难题爱面对。其实以目前来说，财团法人他也可以做资产分割所以其实我觉得法令的问题不是那么大，而是最重要的是说，市校董事会有没有这个意愿，他愿不愿意做分割。针对私立学校的资产，学者建议教育部会当保留春秋的空间，参考民法、商法的资产分割，允准私校的董事会保留因的附属机构，亲像是病院、长照中心，会当转做转停了后的营运使用。伫咧教育方面，校舍等等的资产会当管出去，或者是予公立的学校来办学。有校长是建议讲，若是私立学校经营袂落去，会当以私校法先由教育部来接管，转做公立学校了后，再佫进行公校甲公校的合并。几十年前，台中的勤益技术学院、勤益科大，它呢就直接捐赠给政府，经由教育部把这一个私立大学接收之后，它转公完了以后变成公共并的公私并。亲像是国立勤益科大，进前是勤益工专，原本是私立学校，不过伫咧民国81年由教育部来接管，校产是关乎国家，加做公立学校。实践大学的校长陈金贵认为讲，若是予私立学校公有化，再佫合并会较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近来抽查12款大洗手这种清洁的日用品，结果发觉12支拢总无产品许可证的字号，尤其内底嘛才一半有写出内容的成分，甚至有的产品连制造的厂商都无写。目前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制署是说明讲，若是大洗手的产品有去广告着杀菌消毒这款疗效，才会用药事法落去处罚。防疫期间，不少消费者除了买酒精，嘛买大洗手来进行手部清洁。不过品牌甲介绍是无统一。消基会针对6间网络平台，佮抽查2项商品，拢总12件，种类包括喷雾、零加、铺等等，发现12件商品拢无产品的许可证字号。这12家里面呢，没有一家呢有跟我们的主管机关卫福部食药署来申请有关的医疗器材的一个证照，完全都没有的。消基会表示，有58趴的产品成分标示是无清楚，成分敢若简单写酒精、水甲低酒精油，也若是其他化学成分是拢无写。很有可能有一些微量的甲醇，因为甲醇我们知道对眼睛的伤害，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我们尽量不要碰触到我们的眼睛。另外，消基会指出，多数产品的外包装标示有抗细菌的效果，也是已经经过后面的认证 SGS 认证，加强宣传效果。但是食药署表示，只要产品无宣传疗效，譬如讲是杀菌、消毒等等的字，就无违法。不过，消基会是阁表示，这寡广告用语可能会造成消费者分不清楚。要申请食药署的部分是里面要有添加一些真正他们指明的那些抗菌成分，所以他跟我们说，我们去送 SGS 检验，然后是可以有那个抗菌的功效就可以了。就我们的是抗菌，不是杀菌，是防御抵抗的部分，我们没有说完全把菌种杀死。消基会表示，抽检12项产品，部分的产品甚至是连 SGS 认证拢无，经济部票检局应该会剔查。不过，也若是一般手部清洁的用品，所表示灭菌、消毒等等的疗效，药署表示违反药事法第69条，会当罚60万到2500万。记者综报道。过去若讲到国民旅游，无定有人会印象讲食大游览的品质普遍得无同好。但交通部观光局为着要改善这款问题，特别甲旅行业的业者合作，推出8条观光的路线。一个旅客一日的费用有掠伫咧3-4千块钱，讲究品质为优先，望要吸引一寡甘开甘用的民众来支持。
青景岩的稻仔田用割草机割出玉里乌形的大卡印，还有大大的台湾造型。旅游业者送精品购物，过去行行看看的班车行程，升级做深度体验。以花莲部落体验行程来讲，互旅客入来稻仔田的中午，伫遐摆倒来食在地食材，而且佫是头点伫咧现场做料理。享用部落的风味餐，那我们甚至会带民众去参加一些例如说猎人学校，会到部落去学习制作陷阱，然后融入我们在地原住民的一些部落的特色。增加在地体验，大房嘛安排5星级的饭店，这款创新的购物产品，虽讲介绍比过去的团体费用可能贵一倍，啊，毋过业者观察，伫咧5日节连续假期买的人真济，2礼拜进前就差不多已经卖了。关国局表示，最近当地甲民间团体合作，会伫咧北中南东部总共规划出8条有路的旅游路线，每一个人每一天的团费超伫咧3-4千块，要改变过去购物真歹耍的形象。说去西螺看所谓的酱油工厂，他也许过去大家只是去酱油工厂走一遭，可他这一次可能就实际上去体验怎么做酱油。原本打算到国外去旅游的民众，他能够转而在国内从事深度的国内的旅游。观光局表示，目前边境还未开放，国内旅游升级转型，希望会当开发出高级的客户，和想要出国的旅客嘛愿意加开一寡钱伫咧台湾佚佗。8条示范的路线预计伫咧7月份推动，希望加做旅游业者未来规划产品的样本。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所来讲，台中市大地路拍通的问题已经议论13冬。今年4月13总也来动工，拍通了后，台中火车头高架化了后，交通的效益会提高。6月15已经完成地上上尾一层楼拆除的作业。不过大地路拍通了后，其中有一部分建筑伫咧四边会形成交通的死角。但地方嘛要求讲，市府都要做好相关的规划，来避免交通意外发生。说到最后一边墙位啊，台中市复兴路甲大地路口大地会行院拆除工程，地上物12站的建筑物，15号拢加以拆除。台中火车站伫铁路高架化了后，车站周边的车流动线甲塞车问题拢出来啊。对伫边的大地会行院大楼变成了大地路拍通上大的难题。经过了吴志强、林佳龙2任的市长抗争不断。去年，现任台中市长罗秀燕以协议架桥的方式开了7.3亿外，出得24位所有权人的同意，预计伫8月份就应顺利通车。我们在月底就开始会进行我们的道路工程，那我们会把前后站把它连通起来，把大支路整个做串联。那预计呢，在8月底左右，道路通畅之后，那大家都可以从这个地方来行进哦。但地方人士嘛提出其他问题，大地会行院拆除了后，周边部分的建筑物恐惊形成交通死角的问题。嘛，提醒台中市政府相关的单位要提早做好规划，避免不幸来发生。这种大楼会阻碍大支路的出入的死角。目前旁边只剩差不多2户。三个里民这样。通车前，我是希望各局处还是一样，先通盘检讨，还是以安全跟交通的动线为主这样。为激励抗争甲拆除，台中市东区拆除大地会学院，拍通大地路，经过了3任的市长13年的时间，地方上要求道路拍通只是一个开始。台中市政府更加推动大车站计划，和台中市火车站周边透过整体规划，创造旧城区的新风貌。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医疗进展的消息。南口中坑病院和土城病院的脑神经外科医疗的团队，今年2月，甲全国头一个耳孔听甲喙讲话较无方便的人士，无麻醉、清醒开刀头壳，嘛将患者脑部的认知的功能顾全了真好势。这嘛是全世界第3个耳孔听袂到、喙讲袂出话这款人士，清醒无麻醉开头壳的案件。搁伫手术台顶悬比数字，透过手机老师的沟通协调，而且搁人物度甲度之间的关联，爱回答正确，手术才会当继续进行。今年59岁江女士是一个聋哑人士，4岁时阵因为外伤失去听力甲语言能力，2年前发现头壳戆无爽快，看医生真济解了后，去用诊断是青中夹肌瘤。伊第一甲手术了的状况真歹，肿瘤阁压起来，为着要甲语言甲认知功能保掉咧，医生建议采用清气开头壳的手术，而且伫咧今年2月份完成，是全台湾头一个，嘛是全世界第3个聋哑人士清气开头壳的手术。
因为病患在回答题目，但是我们看不懂手语，所以必须要手语老师当作媒介。我们很大部分要监测语言跟脸部的一些功能，及时的手术监测的影像，那可以告诉我们病患的，我们移除肿瘤的解剖位置到底现在目前是在哪里。医生表示，江女士脑内底肿瘤界线并不清楚，所以事前用真侪时间来补清楚伊脑部的认知区域伫倒，才袂去伤到手机的能力。而且伫手术的过程当中，外科医师会先甲止疼药注伫咧疼神经分布的地区，再搁透过大动麻醉，互患者伫手术的时阵会当有麻醉的效果，头脑阁会当保持清晰。啊，搁必须一直爱甲患者讲话，透过简单的测试，确认手术敢会去伤到脑神经。这么大的一个肿瘤在语言区，我们把它拿掉的话，同时把它的一些认知的一些功能拿掉，有可能他手语能力就不见了。借由手语老师的沟通，让我们去完成这样子，把肿瘤切除之后，那又能够监测它的功能系统，那保留它的功能。医生表示，经过2点钟的时间，江女士的手术是真成功，而且手术了的恢复速度真紧，目前敢若剩手指头啊较无流力，也搁伫咧继续复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台中的消息，自本即阵台中市雾峰遮农民所种的台龙71号雾峰芳米，即阵是当伫咧收啊。啊，毋过新历4、5月啊，迄时寒流一变一变到，稻啊结穗歹，无拍穗的顶有一半，农友的损失是真上重。辛苦几年的农民期待今年会当有好收成，但看起来成长状况袂歹的稻啊，所有一半拢是无把穗。要刮一个，刮迄阵啊，刮一盖啊，甲10外度尔，有无？刮一盖10外度，迄阵啊去伤着啊，一规底就伤着啊。所以出正常出，但是空包弹。所以今年咧，为着迄几工的寒流咧，咱这稻啊的产量哦，会使讲减要到50%的啦。今年4、5月稻啊结穗的时，大好拄着寒流，而且连续几落天的温度拢伫20度以下，芳米伫低温会影响授粉，才会致使即阵发生无把穗的情形。在那个开花授粉的时候遇到这个寒流，所以其实产量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大概减产至少有50%以上，那所以可是品质是还不错，只是说它有很多的空包弹。雾峰的芳米全国出名，但今年拄着极端气候，收成减了一半。如今除了农业局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嘛希望投保的农业保险会当赔偿，降低农民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过去咱的俗语话讲“上米饲百样人”，这句也对。啊，毋过嘛无解对，因为咱知影讲即马，咱的农业已经进展甲讲，毋是上米啦，各种的米吼，口味品种无相共，食起来嘛，互人感觉讲芳气无相共。啊，毋过咱的祖先确实针对米，也有真侪俗语话伫咧讲。大仙国精先来甲朋友开讲一句讲：早春好佚佗，早下掠米无。这正就是咧讲做田人。过去人讲看天食饭这样影，寒惊寒，热惊热。早春好佚佗，春天较早到，大家欢喜。毋过早下热天若伤早到，早当丢就歹收哩。早下掠米无，这就是做田人的辛苦，这是农业的俗语。过来讲种米真辛苦，啊！毋过咱嘛知影讲有一款人，伊真正咧食米的时阵，无法度体会，无法度概念讲做田人种作安怎样艰酸苦正。毋知俗语伫咧讲吼，食米毋知米价。即句真简单，就是咧表现讲，你即款人吼，咧食米啦，你毋知影讲吼，订一斤米偌济钱啦。当然啦，你讲国情啊，啊无你敢知？国情啊，拢有去迄落超级市场伫咧买米，即马吼算真算斗的无，一包偌济钱，我了啊知啦。毋过即个俗语话是咧表明，毋是真正咧问你米价，毋是哦。咧讲吼，你出入社会。看到代志，你拢毋知影内容的事实，拢毋知影讲虾米或者行情的价值。人讲食米毋知米价，讲到遮，国政原来想到另外一句，就是讲有一款人吼，伊食米，毋过伊吼，互犯嫌，互批评讲你是咧食饭骹中央的，对啦，这就是讲吼，你毋知影讲真正伫咧还价人的辛苦，安尼或者食饭骹中央的啦。
咱过来讲，食米食饭，还有另外一句俗语话，嘛是咧计较咧议论，咧批评人讲唔知感恩，唔知影代志头尾的详细，讲或者食碗内水碗外。啊，即句吼，各地头讲法无共哦。有人讲食碗内看碗外，就是讲食碗内即碗饭。即碗饭内底一喙一喙伫咧掰，结果看碗外桌顶，找人加一块肉，咱的猪搁硬一块肉，目睭搁另外搁看一块肉，即款来讲，做食碗内看碗外。啊，另外嘛有人讲食碗内洗碗外，嘛有人讲食碗内洗碗外。啊，咱在国政啊咧想吼，洗即句话吼，意思就足清楚。食碗内，结果你咧洗。你替人讲话在讲啥？毋是碗内即碗米的代志，你咧讲别人的代志。意思讲吼，食糟臭的饭，讲流鼻的话就对啊。啊，可能嘛无定讲是讲噪音，变做落尾人讲食碗内洗碗外。总是这俗语拢表示讲，因为第一是食，第二清，咱伫咧食清这介要紧，所以对食开始看世间种种的代志。俗语就是对食开始发挥灵感，开始甲探出去啊。过来讲到正做，咱换来讲奶鸡。住伫咧云林好尾张永显先生，因为因厝邻的人爱食奶鸡，伊就趁休假的时阵研究讲安怎样来种奶鸡才会好食。到当来再三试验，当伊所种玉荷包的奶鸡，总是也有好收成。伊嘛欢喜分配哦，厝边头尾，大家做伙来食一个甜。即阵是奶鸡大出的季节。有一个住伫云林好尾的农民张永显，因为厝里的人爱食玉荷包，伊专决定家己种。因缘际会啦，也不是特别的，就人家讲说种荔枝蛮不错的，自己也很喜欢吃。别的其他的职业，所以他做这个其实算是额外工作，就是相对比较辛苦。然后加上他现在那么多收成，可是其实平常也要花很多心力去照顾他，全家都要付出很多心力一起帮忙。然后呢，大部分时间都是爸爸一个人处理。张永显唔捌种过奶鸡，拢靠家己学。过程中拄到真侪病虫害问题，佮有奶鸡开花煞无结籽。种种的困难，伊也豆豆啊克服。然后这9年之间，就是看着它开花，开很多花，可是花谢了以后就没有果粒，全部都掉光光了，就一直在摸索说为什么开花不结果，然后结果又掉光光。一直种到第9年，总算有好收成。即阵伊也开放民众来果子园体验满奶鸡的趣味，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感觉啊！而且玉荷包自己采啊，很特别。然后可以一边采一边吃。因为疼惜厝内的人，张永显专家己种奶鸡，一家口仔为着奶鸡共心打拼，也甲收成分享给附近的民众，互大家食到香甜的奶鸡，心肝头嘛甜蜜蜜。记者报道。咱赶紧来甲所有观众朋友来报告一个上新的消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头拄啊公布讲，今日国内新增加2宗武汉肺炎，按国外带病入境的病例，这是一对翁某，伫咧今年正月甲3月时，捌去到孟加拉这国做工课。按2人伫咧5月底6月初，踮伫咧当地确诊住院治疗。检查阴性，验无病毒了后出院。6月13倒转来到国内，本身无症头，毋过有主动甲机场来讲起。机场采验了后，送去集中检疫所隔离。今日又搁诊断验有病毒，目前已经住院伫咧隔离当中。那么赶紧搁再倒转来讲雾峰，继续来看雾峰的消息。雾峰林家花园内底遮一片草厝，这是林家的下厝的起家厝。9日大地震的时阵，拢总又甲倒了。台中市政府当嘛讲，要重建，连资料都真歹找，只有是看旧相片、画图来猜测讲当时建筑的样相。尾也经过现场落去掘，确定地基伫倒位了后，才渐渐修复原底的面貌。但即马已经重新搁再落成了。公猫厅看起来真有伴，顶头看花草，呈现原本的模样。台中雾峰林家的草厝是雾峰林家后代的起家厝。经过3年外的修复，总算恢复原本的模样。搬过来这边就以张公圳赵屋圳这个部分，这边这个就是顶厝，草厝就是我们下厝的起家厝。因为这间是雾峰林家搬出去的起家厝，嘛是下厝住落内底头一栋建筑，除了厝顶看花草来呈现，护梁的结构嘛真完整。雾峰林家的后代指出，为建筑工法来看，保留当初建造的花拱，甲厝顶的花草来记录起家的辛苦。因为我们的上面正厅上面都是茅草，那茅草的话，就是每一年祭祖的时候，
这些子孙都会回来帮忙换草，整理一下这个环境。若修复上困难的，要是伫咧文书的考察。整体的建筑伫咧921地动损害了后，保存的资料是真有限。修复的团队先以现场剩的建筑的寸尺来做推算的基础，根据旧相片甲用画图的来推算建筑的宽度甲细节，加上电脑3D 的模拟，比对相片甲演算的成果。把它的那个位置考古出来之后，然后做成展示这样子来使用。对，所以它最大的难度就是资料不齐全啦。目前建筑物的本体拢照挖出来的地基、原本的所在甲原本的模样来重新呈现。若入口的所在，还阁会当看到迄当阵挖出来的地基。文化局指出，未来会规划整体园区的统合营运，呈现林家起家厝的模样，按算年底会对外来开放。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所上北，咱来讲桃园平镇街一间做布的民间机关，这是由一群本身厝内有身心障碍者的囝儿的富人人组织起来，因专门回收单领布，重新加工再制，创作出来的产品，唔若讲够环保，佮对时代真会着，咱嘛做伙来看卖。伫咧台湾，平均1分钟甲438领衫等合界，不一样休息站是桃园头一间单领布回收站，由一群厝内有身障儿的妇女组织的，专门回收单领布，透过设计创作做牌啊、关的地啊，或者是白头毛的，唔然互无爱的布料重新佮利用，而且看起来流行佮适拍。这些妈妈大部分都没有办法出去外面工作，因为他们可能要带孩子复健，可能随时老师召唤。他们就要到学校去看孩子的状况。不一样的海音是无同款的意思，因嘛协助这些身障的囡仔，找到机会发挥因的专长，互伊嘛变得更较有自信。我的孩子他本身脑麻，然后张力比较强，所以他常常有时候都会很不小心的就会撕破他的衣服。到这边，我让他尽情的拆解我们的牛仔裤，我就抓到我孩子的强项，让他来这边可以尽情发挥。得着重度脑性麻痹的李凯威，虽然行动无方便，不过头壳是真够变巧，讲话嘛真流利。目前当地咧练习粉砖的经营，甲导览宣传的工作，希望可以多多推广，在这边呢很开心，然后可以交到很多朋友。桃园市目前有11个回收站，拢真有特色，而且用无同款的方式做循环经济，还佫有本数减量。若不一样休息站，除了改造袂矮的单领布布料，逐个月嘛举办裁缝的体验课程。带领民众会当亲身改造袂矮的单领布，推广环保佮利用的观念。记者综合报道。开始有影有心拍照，照正装。来看婚林理论正采的农民蔡秀玲女士，伊自细汉就爱画图，不过因为家庭困难，少年的时只好放弃做画家的梦想。买手伊搁再重新画画笔，去年作品嘛得到婚林文化艺术奖的头奖肯定。日头光照入庙埕，信众来庙的诚心参拜。这个画面是真侪婚林议论人的生活记忆。当地画家蔡秀玲以西丽复兴宫的太平马做主题，画出这幅图。伊也伫咧2019年婚林文化艺术奖摕到头奖。觉得是太平马它那个神威显现吧，那个光很像它的磁强光显现，然后它的神力。甲龟梨啊烫落来，蔡秀玲讲，其实画图并毋是伊的本业，平常时伊拢含因翁伫咧菜园做事。蔡秀玲伫咧做囡仔时，就兴趣画图，高中也有考调美术系。毋过伫咧毕业了后，经济上有真大压力，怎无法度继续创作。即阵伊利用休困时啊，去社区大学学画画，伊也甲伊身躯边的人画出来。这是我们农村的务农都市人没看过的农村的生活。画图进步很快，就会觉得很高兴，自己会很开心，然后晚上会高兴到睡不着觉。伫咧画布顶头一笔一笔，甲做事人的辛苦，也有当地妈祖的信仰文化画出来。蔡秀玲即阵毋若完成做画家的梦想，伊也用色料，互议论人真做是伊创作的主角。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新干界这个节目，仍然要招观众朋友来看一个伫咧屏东种做可爱的农民，研究出家己新牌子的咖啡巧克力豆的故事。巧克力豆是甜蜜甲浪漫铁块象征，毋过互人想袂到，这个产品会甲保守传统的客人有关系。布里哥伫咧17年前，
屏东县内部乡民区明祥家己发明的曲氏咖啡巧克力豆，就是经典的案例之一。嘛，正做伫咧屏东规模化种可可爱头一人，而且什么品种伊拢捌。倒手摕的这就是完成种，完成种的皮沙较骨溜，你看卖啊，恁都拍咧，迄种骨的。阮这手摕的这边吼，伊皮沙那壳过一扑一扑，他发觉是在千里岛，这红色的，这嘛是改良过红色的品种。而且佫毋但爱顾品质，也佫有真济难题，尤其是台湾常常有大水雨、风台，但伊便若经过高滨地区，所有的可可啊树都有可能去互扫倒去，或者是断去，全部都袂当用，一切拢必须要为头开始。就像小孩子一样啊，你把它生下来，你要把它养大。其实除了天然灾害爱克服以外，想要做一块好的巧克力豆，背后还佫有真济关卡爱突破。除了爱研究适合的口味、收成、发价，还佫有拍打到研粉和巧克力豆定型的作业。伫咧济幼路的制作过程当中，爱克服技术的困难，才会当找出美感，制作出品质一点仔都袂输予世界各国的巧克力豆。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变化，咱来看详细资料。台北、新北、基隆、桃竹苗31度到35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1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31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30度到35度；金马、澎湖29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明仔载咱再会，多谢。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惊破声的网仔哥哥啦。咱今仔日要来大家介绍的就是我家己网，汉字写作网，罗马字写作保安网。网本条是第2条，古早嘛有人读作网。网仔家族内底就有一寡名声歹，佫会胃病歹亲情。亲像厝网仔内面会画日本脑炎的3班家文，会画天高节的白线斑纹，埃及斑纹。斑纹伫台湾民间嘛，定互人叫做花骹网。家文嘛有人讲是厝网仔。阮阁有一种足够人缘的冤亲，伊住伫山顶真细只，足爱甲你对调调。那定着会足上足无爽快，伊就是乌尾，嘛有人叫伊乌苏网仔，也是乌金光。明明就毋是网仔，煞好一个网仔的名，拍歹阮的名声。人讲饲鸟鼠，家布地，饲网仔，树人会，佫会为着天高节。那真正讨厌阮遮个人缘的亲情，教你一步。阮网仔的细囝叫做水鼠，也是洗蛤仔糖，因一直爱活伫水窟仔里。俗语讲，洗蛤仔糖死了变无网，甲网仔囝活的空间清掉，自然因就无法度生存。变那读做变，变无网，嘛有无新的创意的意思。有一寡甲网仔有关系的物件，嘛会直接用网仔号名，像太网仔的网仔水，分尸网仔的网仔香，阁有赶网的网叔啦。古早神明的形象就是野网叔啦，伫天顶咧行，所以野网叔啦行云顶。就是咧讲人毋捌事物，
干那讲理论，也是生活过了伤爽势，唔知一般人的辛苦。俗语讲，互蠓仔脚踢着，意思是小可代志无啥要紧。有时咱嘛会讲点点较无网，来甲人讲莫想搞话。溜网、乌尾、水鼠、野蠓鼠仔行云顶，互蠓仔脚踢着，点点较无网。热天到啊，爱定定清厝内到积水的脚桶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